功臣仗劍已是颠，有驴平步上青天。进来。三世子殿下，你这是在弄啥嘞？刘管家，我在修炼绝世剑法呢。练剑用这根桃花枝？世子殿下，再过7日就是你的加冠礼，你可有准备好啊？我的绝世剑法一经大成，我上可以开天门，下可以斩神仙，一定会在加冠礼上一鸣惊人的。好，你好好练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好。想当年世子出生之日，天降异象，本是武南王府的麒麟子，可是造化弄人呐，在他小时候被杀手追杀，吓壞了腦子。大小姐是女兒身，这二公子學武不精，有勇無謀，這三世子又是個傻子。今後武南王的位子，以後該由誰來繼承啊？终于走了。来，多吃点菜。娘，您多吃一点才是。我现在可是要准备进阶陆地神仙境，我可以辟谷长生，不是这些人间烟火。这凡人的食物吃不吃都无所谓的。如果平安不是疯疯癫癫，该有多好！都怪那些该死的刺客和背后的主谋，把我们平安害成了这个样子。启禀陛下，6大异姓王之一的安顺王已經畏罪自殺，如今6大諸侯還剩下通幽王和武南王。陛下，通幽王忠心耿耿，不足為慮，倒是武南王勞苦功高，威望太盛，威脅甚大。以你之見，有何良策？陛下，不如來個驅虎吞狼。通幽王和武南王是多年的仇敵，7日後便是武南王那個傻兒子的加冠禮，到時候讓通幽王借機向武南王發難。时日不多了，朕死之前，所有威脅到太子登基的人都要消失。赵呀，这个笨蛋！少爺，少爺，慢點，少爺，少爺，跑慢點，少爺。爹，您找我。安顺王畏罪自殺的事，你聽說了嗎？我聽說安順王不是畏罪自殺，而是被活活逼死。會不會下一個就輪到我們？這皇帝，我們陸家為大秦立下那麼多軍功，他不仁
就別怪我們不義，大不了殺身在現場。閉嘴！休有胡言亂語！我陸家世代從軍，怎能行如此大逆不道的造反之事？是。林叔，为父已经決定，將武南王的位置傳給你。爹，萬萬不可呀！這世上從未有過女子封侯。那你就是第一個。可是……行了，我意已決。直說，你文武雙全，巾幗不讓須眉。我陸離天膝下3個兒女，就屬你最有出息。這陸家的大旗，未來就由你扛了。是。大胖兄，吃我一剑！哎呦！三弟，这孩子，好剑法，好剑法！我的剑法，上个斩神仙，下个誅昏君，举世無雙。哎呦，別鬧了！我找我小毛驢去了。哎，慢點，慢點，慢點兒！哎呦，慢點兒，慢點兒！這孩子，明天就是他的加冠禮了，可他現在卻連自己更衣都不會。爹，我一定會保護好弟弟，讓他不受到任何傷害。還有我，誰要敢動我三弟一根汗毛，那就是我陸富安的仇人。好。加冠禮馬上就要開始了，平安怎麼還沒來啊？老爺，我這就去叫他過來。哎呀，這三弟也是，這麼重要的日子也能忘了。他還只是個孩子嘛。九公主到。聽聞今日是武南3世子的加冠禮，本宮特地前來祝賀。九公主賀禮夜明珠10顆，上等絲綢1000斤，黃金10000兩。黃金10000兩！天哪，九公主出手就這麼闊綽？那可是，九公主不僅是皇室的掌上明珠，更是我大前第一副成，富可敵國呀！大姐，這九公主也太有錢了吧？論武，九公主或許不如，但論經商能力，九公主可是當之無愧的大前第一人。九公主不遠萬里從京城而來，還送上如此厚禮，快請坐，快請坐。一些薄禮，不足掛齒。通幽王到。什麼？通幽王？武南王，夜來無恙啊！通幽王與武南王不是多年的死敵嗎？他怎麼來了？來者不善。快來，只差一點便是陸地神仙，縱橫天下，世間無敵，是時候跟皇帝攤牌了。
洗漱了。少爷，您会自己更衣了？这难道不是常识吗？少爷，你恢复正常了。通幽王，你来干什么？本王自然是来祝寿。来人，把贺礼呈上来。通幽王贺礼：泥人玩偶10斤，布娃娃5斤，糖果20斤。这怎么都是小孩子的东西？真是把三世子当成个傻子白痴了。通幽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听闻武南三世子红心未泯，自然要投其所好，送上相应的贺礼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，哼，这些贺礼可都是我义父精心挑选的。这些玩偶，相信那个傻子一定会爱不释手的吧？通幽王，你不要太过分！通幽王，贺礼既已送到，本次庆生，本王不欢迎外人，请你离开。武南王，本王可是诚心前来祝賀，想不到你武南王府竟连一口热茶都没有。咱们王爷用心良苦，奈何人家不领情啊！你们这群混账！哼！哎，对了，那个傻子呢？今天可是他的加冠礼呀，怎么不见他人呢？啊！哎，武南王，你那个傻儿子又去哪玩泥巴去了？哎呀，自己的加冠礼都能忘记，还真是蠢呐！啊！要是本王有这样的儿子，早就把他给掐死了。你，我看啊，他就是不敢出来见人，毕竟他就是一个白痴。你给我闭嘴！爹，我现在去把三弟找回来。是谁在找我？嗯。奇怪，武南三世子不是个傻子吗？怎么和传闻的不一样？老爷，少爷已经……夫君，平安堂。先看看。这就是那个傻子，此等气质，难道传闻有假？三弟，你先回内堂等候，一会儿我们就过去为你庆生。对呀，听你大姐的话，趕緊去內堂休息。我們這些大人呢，還有正事要商量，你不要着急，一會兒就給你慶生啊！副統領說的對呀，大人的事兒小孩子少管。三世子如果無聊的話，可以在玩具裡面拿出來一些，拿去玩，都是你愛玩的。閉嘴！通幽王，這是武南王府，不是你能造次的地方。武南王，本王聽聞武南嫡千金武功高強，小小年紀便能統領琥珀軍，今日一見，果然是名不虛傳吶！啊！你要挑戰我？聽聞雲舒小姐的槍法剛猛霸道，冠絕武南。同輩之中更是無敵手，我想試上一試。如果你輸了，那就要交出琥珀軍的兵符。
什么？居然要赌兵权？要是武南王府输了，失去了琥珀军，相当于自断一臂啊！原来是为了我的兵符而来。好，如果你輸了，就跪下，向我3弟道歉。好，陆离天，你就準備好把琥珀軍的兵符交出來吧！啊！哼，勝負未分，鹿死誰手還不一定呢。少爺，你覺得大小姐會贏嗎？難。姐，云舒，哎呀，这，这就是所謂的武南王的嫡千金嗎？也不過如此。別用皮，公子下盤。哼，一個傻子，你懂武功嗎？也敢在這裡指指點點？好啊！好，好樣的！云舒可不是好欺負的。哼！这陆平安竟能一眼看出張陽明的破绽，真的有效？怎麼可能？這廢物竟然能看出我的破綻！哼，這是你逼我的。那我現在就讓你看看我真正的實力！哼！哼！這兩隻顧問都重達5000級，我兒吃飯睡覺都帶着它，以此磨練自身。實話告訴你們吧，我兒早已達到1品宗師。什麼？1品宗師？那可是以1敵1的存在。這張陽明竟然有如此實力！姐，你要小心了！金蛇槍法第一式，毒牙。云舒，大姐，大小姐，云舒，哎呀，你，曲球手段，果然還是彌補不了境界上的差距。竟然又被他說對了，這武南3世子不簡單呀！陸離天，你們輸了！沒有輸！哎呀！姐，云舒，
直說，你文武双全，巾幗不讓須眉。我陆李天膝下3個兒女，就屬你最有出息。这陆家的大旗，未來就由你扛了。爹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弟弟，让他不受到任何傷害。武南王府敌千金，就这點實力，笑掉老子的大牙了，簡直不堪一擊！不能输，是吗？没事吧，好孩子，上哪兒了啊？哎呦，临危不亂，游刃有餘，好一個武南三世子！一個一介女流，一個有勇無謀的莽夫，一個瘋瘋癲癲的傻子。你們這武南王府是沒人了嗎？父王，你不為黎民百姓着想，反倒為了給太子鋪路，不擇手段，鏟除異己。連武南王這等肱骨之臣都不放過嗎？傻子，你趕緊上來，我好讓你們一家人輸得整整齊齊的啊！正合我意。三弟，不要！三世子殿下，冷靜啊！傻子，就憑你，簡直大言不慚！就憑我！这好啊！什么？他怎么直接出现在那里？原來如此。哼，裝神弄鬼！楊兒，不要手下留情！傻子，你拿一個桃花枝，難道是上來過家家的嗎？對付你個一品宗師，桃樹枝綽綽有餘。你知道一品宗師意味着什麼嗎？廢物就是廢物，就算你修煉這麼多年又如何？在這大千皇朝，武道天才都只配替我提血，你也不例外。哎，李天，你那個傻兒子他又在風言風語了。哎，這他腦袋有問題。你們只知我瘋瘋癲癲，是我隱忍18年，苦練了18年，今天我為武道絕學。什麼？果然如此，和我想的一樣。三世子殿下，原來說的都是真的。一劍開天門。好，杨兒，杨兒，杨兒！一招滅殺一品宗師，他竟有此事。這怎麼可能？少爺，歸我！這還是我三弟嗎？誰說我武南王府後繼無人？這就是我兒！你竟敢殺我兒！殺就殺了，你又能把我怎麼樣？你全部給我上！
通幽王，你伤我家人，今天你走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限武南王陆离天3日之内进宫与朕议事，如有阻碍者，斩立决。钦此。臣接旨。武南王，你可要尽快的启程啊！若是晚了，陛下可是要问罪的。我们收拾不了你们，自有人来收拾你们！你若是再敢废话一句，现在就送你去见你儿子！爹，不要去！爹，这明显就是鸿门宴呐！不去，不去那就是抗旨，到时候给你们安一个谋逆的罪名，不知你们武南王府能否消受得起呀？我期待你们的选择。一品宗师之上，又有金刚、天玄、万象、陆地神仙4境，他一招灭杀一品宗师，至少也是金刚境。18岁的金刚境，当世武神也不过如此。这一趟来对了。武南王，本宫给你一个忠告，千万不要去。父皇的心思早已不在治国安邦上，就不劳九公主费心了，本王自有定夺。有任何需要，随时来找本宫。先行告辞。爹，千万不要去，谁知道那老皇帝想要对你做什么？是啊，爹。这狗皇帝的意图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就是要对付你，爹，咱们起兵谋反吧！住口！虽然你爹手握30万镇南兵，有这个能耐，可咱们陆家历代哪个不是精忠报国，哪个不是忠肝义胆？这是让我在列祖列宗面前蒙羞吗？爹，二弟也是为了我们。以后休要再提造反！三弟，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。三弟，你还真把我们都给骗了。如果不是装疯卖傻，哪里能逃过那老皇帝的毒手？我就知道，我武南王府注定会出一个麒麟子。爹，老皇帝命不久矣，他为了给太子铺路，一定会对我们陆家赶尽杀绝。这次事情已经脱不了干系，就知道是这个皇帝。爹，千万不要去。是啊，爹，咱把这圣旨当狗屁放了不就完了吗？平安，爹想问问你的意见。爹想问问你的意见。回去。好，从明日起，爹就装病，看皇帝能奈我何。少爷，九公主想见你。竟然还不走，叫她进来。是。这九公主到底有何图谋？打扰三世子养休。这世人都说三世子疯癫痴傻，现在看来，三世子不但把天下人都骗了，连父皇都被你蒙在鼓里。九公主不远万里从京城赶来，对我爹如此示好，不单是为我庆生吗？你想招揽我？三世子不但武力高绝，此等聪慧，便是满朝文武也鲜能比拟。为什么？既然都已被三世子看破，
那本宫便不再隱瞞。本宮創辦大前第一商會，坐擁數之不盡的財富，可是有一樣東西，是我不管花多少錢財都買不到的。你是想說軍隊？與聰明人對話就是誠實。不錯，尤其像你父親麾下如關寧鐵騎、玄甲精騎、五份瑞士，纵使本宮豪掷多少錢，都買不到。你要想自保，大可雇傭我的高手；想得到軍队的支持，你是想夺嫡。聪明。可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你？如今这朝廷的局勢，本宮再清楚，武南王功高震主，與父皇早已水火不容。可是以你爹的性子，他絕不可能造反。倘若是扶持一位新，一位對你們陸家沒有殺心，看不出來啊，你的野心還不小。從古今來都是男子稱帝，他們當得，為何本宮當不得？父皇，他為了太子，已經9代長征，西北洪災，北境旱災，死了多少黎民百姓，可他從來都是不管不問。我若登基，定不會為了一己私欲，偏讓天下黎民受苦。三世子，好好想想吧，不用想。大前第一位女皇帝，有點意思。马車都備好了嗎？王爺，您真的要去嗎？我陸家世代為將，滿門忠烈，問心無愧。皇帝要見我，難道我要當那藏頭露尾之輩嗎？可是王爺，若您一去不回呢？如果我死去，就將這封信交給平安。哎呦，千萬不要讓平安他們知道我已經離開了武南王府。是。王爺，你可千萬要平安回來呀！世子殿下，劉管家，我爹呢？王爺正在裝病，不便見客。可是我為什麼感覺到他的氣息？劉管家，爹他到底在哪兒？王爺，他已經離開武南王府，進京面聖去了。什麼？為什麼不告訴我？這是王爺的吩咐，讓我一定保密，我也不敢隱瞞您吶。這是王爺給您的書信。平安啊，爹就知道你會大有作為，不會讓爹失望。現在，爹有一件事要去解決，成了，陸家便可安穩無憂；若不成，你就是下一任武南王，掌管30萬鎮南軍，鎮守武南邊關，聽調不聽宣。我爹什麼時候走的？王爺2日前就已經離開了。三弟，爹呢？三弟，發生什麼事？爹進京了。什麼？爹糊塗啊！他居然真的進京了，那我們現在怎麼辦？現在只有我們去追他。三弟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以你們的速度，根本來不及趕到京城。那可是……三弟說的對，我們的境界太低了。三弟，要不要給你備馬？把他慢來，進來。御劍飛行，三弟，他到底是什麼境界？皇帝，你出了什麼事？要不要家？
门陪葬。继儿，你来用双手接过这藤条。可是父皇，藤条上都是刺啊！那父皇就帮你把这些刺撸掉。爹！现在你再来接一剑。只要朕帮你把这些刺撸掉，你就可以顺利的接住这藤条，安稳的继位了。爹，你将武南王咒进宫，难道要……朕马上就可以安心了，而你将稳坐大清江山，高枕无憂。谢謝爹。朕其他的皇子，私底下只有你管朕叫爹，因为朕就看好你一人。孩儿定不负爹的厚望。下去吧。陛下，武南王进宫期間，让你的人看好了，若是武南王府有一絲異動，便派兵鎮壓，以謀逆罪處置。是。父皇，你對太子的偏愛，若能分幾分給黎民百姓，北京也不會鬧旱災，赤地千里，賀福遍野。你們就在此等候。是。你們去下面，武南王馬上就來。臣參見陛下，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武南王，你竟然真的來了！起身吧。武南王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帶劍上朝，眼裡還有沒有陛下？入朝不趨，散拜不魯。劍履上朝，君王特許。本王倒失望，你雖然也是異姓王，可並沒有這個權利。武南王，朕能給你這個權利，也能收回。武南王，朕能給你這個權利，也能收回。是，武南王。你手握30萬鎮遠軍，倒是威風得很呢。還有你的三兒子，裝瘋賣傻，給朕當蒙騙鬼圈。陛下，臣還有臣的子女，都只會效忠於陛下，絕無異心。朕的江山70%都是你為朕打下的，你陸家立下不世之功，又對朕如此忠心。真是雞嘴啊！我陸離天對天發誓，我陸家只會效忠於大前皇室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哦，陛下交代的任何事，臣定當竭力去辦。倘若朕要你交出兵權呢？沒了兵權。愛人怎麼死？陛下無非就是擔心我會威脅到太子，我只需要表明陸家是站在太子這邊的。
陛下，臣定當竭力輔佐太子殿下登基，陸家所有的力量都將為太子殿下所用。大膽陸離天，朕還沒死呢，你便在這裡結黨營私，拿下！為什麼？臣對陛下忠心耿耿，為何這樣對我？陸離天，就算你沒有造反的心，可是你有造反的能力。結黨營私，意圖謀反，這就是你的罪。押下去！陛下，陛下，放開我！為什麼這樣對我？沒想到我對殿下忠心耿耿，充滿如此相助。難道我真不該來嗎？武南王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哎，在牢裡的滋味不好受吧？郑文雄，你們來幹什麼？當然是來看你笑話的。武南王，你還真是天真呢！你以為向陛下表忠心，陛下就能放過你們陸家嗎？難道陛下連我的家人也要？當然，不把你們陸家給滅了，陛下怎能安心？還有太子殿下怎能安穩就位？只有死人才不會作怪。武南王，你們陸家世代忠烈，本太子只是个近人，可你應該明白，功高震主，素來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哎，沒錯，你的死呀，只是個開始。接下來，你兩個兒子、女兒、妻子都會下去陪你的。本王一子的死，就讓你們武南王府慢慢陪葬。聽說你的妻女姿容出眾，沉魚落雁，放心，到時候本太子不會殺你，會替你好好的照顧。畜生！你們就是我的家人出了什麼事，本王就是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。你放心，等你死後，本王會請得道高僧來超度你，讓你連做鬼的機會都不會有。武南王，時間差不多了，上路吧。不時已到，加入行程。再快！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武南王陸離天結黨營私，意欲謀反，按律當斬。陛下，現在整個皇宮都已戒備，我已命10萬禁軍守住每一個路口，此地戒備森嚴，再加上有我鎮守在此，沒人敢干擾行刑。父皇放心，楊公公可是萬象境的大高手，今日將武南王斬首示眾，他必死無疑。神仙來了，救不了他。陛下，武南王一死，武南王府便不足為慮，到時候剩下的人就交由臣來處理。准了。都準備好了嗎？都準備好了，只等公主下令，死士們就會出現，以刺殺陛下為掩護，拼死營救武南王。好，接下來聽我的。這會不會太過冒險？一旦失敗，便是誅九族的大罪。想要成就非凡霸業，便要採取非凡手段。好不容易有這麼一次機會，本宮又豈能錯過？只要成了，救出武南王，
便可获取陆平安的好感。有了武南王府的支持，大业定能成功。好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为了大钱，我张天和愿与九公主共进退。10万禁军守卫，又有杨公公这等大高手坐镇，有一天，我看这下谁能救得了你？罪臣陆离天，你结党营私，意欲谋反，你可知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陛下想杀了我，连个好的理由都找不出来吗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拥兵自重，聚焦兵权，这不是谋反是什么？将死之人呢，就老实伏法，闭上你的嘴，别在这里破壞父皇的心情。陛下，我陆家世代满门忠良，大清皇室有今天的江山，是我陆家一代代人用命堆出来的。陛下当真一点旧情都不念了吗？陆离天，你言下之意是说大前皇室离了你就转不起来了吗？陛下，你杀了臣可以，臣恳求陛下放过臣的家人。陆离天，你脑袋是不是糊涂了？你犯下了罪行，牵连九族，罪不可赦。陛下是人后，可还不傻？放心，你在下面不会孤单，你的一家人马上就会整整齐齐的下地狱陪你。陛下此举真让老臣心寒。心寒？武南王，你就算有再大的功劳，也终究只是个臣子。君要臣死，你不得不死。別說誅你九族，就算誅你10族，你也是皇權象徵，理所應當。好，真好啊！死到临头你還笑不出來？既然如此，就當我陸家的忠心全都為了狗。我陸離天對天發誓，下輩子我陸家絕不再做大清皇室的臣子。你，马上給這把他砍了！聽到了嗎？還不快醒醒！心中的大石終於可以落下。陸離天，你的嘴再硬有什麼用？下去跟閻王爺說去吧。動手！看誰！杜爹！这武南离京城何其之遠，他竟能趕過來。陸平安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擅闖皇宮！哼，來得好，反正也是要清理門戶的，今日就連你們父子一同誅殺。殺我？你覺得你有那個本事嗎？我是沒有，京城20萬禁軍，還有鎮守在此處的各大高手，他們敢闖進來，我讓你死無全屍！壞了，陸平安孤身闖入皇宮，還是太過衝動，怎麼辦？我要不要出手相助？平安，別管我，你快走！爹，放心，接下來交給我。今天我要帶我爹走，看你們誰敢攔！放肆！父皇，此子私闖皇宮，目無皇威，作亂犯上，請父皇將其就地格殺。殺了吧，拿下！都給我退下！嘿，哈哈哈哈哈！
是陈統領，聽說他早已達到大成金剛境，金剛不壞，刀槍不入，一雙拳腳能夠開山斷槍。陳統領出手，非死即殘。陸平安，這才是真正的武道高手。現在跪地求饒還來得及。不好，這陳豹放眼鏡中也是1等1的高手，不是一般的金剛境的人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闖進來，我先廢你一臂！平安小心！吳南王，你兒子不是過來救你，那今天我們就當着你的面打死你兒子。你，陳統領，別急着殺他，先廢他雙手雙腳，慢慢的折磨，我要讓他後悔來到這裡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闖進來，今日敢闖入皇宮，非死不可！區區一個大成金剛境，就如此自信，口出狂言！我先廢你一臂！什么？一招秒杀大成金刚境，這怎麼可能？平安，竟然有如此實力！我可是大成金剛境，竟然打不過你一招，到底是什麼境界？你說呢？難道是玄天境？這麼年輕的玄天境？下一個。看來已經不用我們出手。陛下，此子年紀輕輕，竟然達到了玄天境，驚世駭俗。若是不除，日後必成大患。一個傻世子，居然藏拙到此等地步！吳南王果然了不得。爹，我們走。好，陸離天，你們陸家這是要造反嗎？造反！我陸家世代忠良，精忠報國，可換來的卻是陛下趕盡殺絕。陛下不僅對臣，還要對臣的家人痛下殺手。便是再怎樣的愚忠之臣，也難免心寒啊！陸離天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今天臣就告訴陛下什麼意思。你我君臣情分，從此恩斷義絕。從今日起，我陸家聽調不聽勸，只效忠大前，而不效忠你大前皇室。你敢？陛下問我敢不敢？好，我今天再告訴陛下，首先我是他們的爹，其次才是陛下的臣子。陛下要對我的家人動手，我陸離天第一個不答應。離天，以為你們陸家很有能耐嗎？你兒子不過略通幾分武學，隨便請幾個高人就能打死他。等本太子登基後，先百萬大軍踏遍武南王府。你敢？有什麼不敢？你敢背叛父皇，我就敢殺你全家。登基？你以為我會給你這個機會嗎？父皇已傳位於我，我乃太子儲君，將來的真命天子。而你，區區一個異姓王的兒子，你能奈我何？又能拿我怎樣？別以為不敢殺你。你敢殺我？你能殺我嗎？有本事你來殺我呀！讓我告訴你，本太子最喜人妻，等你們死後，本太子一定不會虧待他們的。繼兒，現在事情能殺你了嗎？陸平安，你若敢動我兒，朕定會讓你陸家滿門陪葬。陸平安，你放了吧，那可是太子啊！大膽逆賊，還不住手！陛下不是最喜歡看這種骨肉分離的場面嗎？今天就讓陛下你試試。你敢？繼兒，太子殿下，他竟然真的把太子給殺了！太子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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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繼兒，
皆是大前主君，应有国运庇护，这么容易就死，看来不適合當這個主君。陸平安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然敢殺我兒！你兒子缺乏管教，我只是給他一點教訓，讓他下輩子注意一點。好啊！看起來你們陸家這是真的要自尋死路啊！自尋死路的是你，陸平安。難不成你還想弑君？沒錯，今天就是弑君。顧家，顧家！陸平安今日若是真能殺我，我便不必再多費力氣。尔等亂臣賊子也敢對陛下出手，混過咱家了吧？哈哈哈！楊公公終於出手了，這可是萬象界的大高手，融合天地萬象意境，人間武學極致，千金裨益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陸平安，沒想到吧？陛下身邊有萬象界保護，就算你是天學界，在萬象界面前也形如螻蟻。今天你必死無疑。陛下不要擔心，接下來就交給老奴吧。陸離天，你兒子確實有幾分本事，可你以為就憑他一人就能把你救走嗎？朕身邊從來不缺的就是武道高手。沒錯，正如陛下所說，今日你們都難逃一死。誰想到，這陸平安再強，他也只是天選界，不可能敵過萬象界。平安，快走！爹，該苦的是他們。好大的口氣！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今日咱家就將你就地誅殺。玉陽太極圖，包羅萬象眾生，融合天地之力，至今這世上還無人能擋住楊公公這一致命殺招啊！平安小心！區萬象界，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！死到臨頭還嘴硬，給咱家去死吧！劍氣古龍臂！竟然連楊公公也不是他的對手，這怎麼可能？這怎麼可能？難道他已經踏入那個境界？萬象界很厲害嗎？你別得意的太早，20萬精兵馬上就要到，火龍閣無數的高手正在趕來，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插翅難逃。20萬精兵，在他們沒來之前，你送他狗命！陛下小心！陛下大膽！爾等逆賊，安敢在此造次？太好了，是護龍閣閣老，居然是他！哇，平安，他是護龍閣閣老，乃是半部陸地神仙，修為通天。陸地神仙不出，這世界沒人能打過他。竟然連這等人物都驚動了。有我在，陛下不必驚慌。請閣老出手，誅殺逆賊。分內之事。嘿嘿，這可是半部陸地神仙，不是萬象境所能比擬的。陸離天，陸平安，看來今天閻王爺是鐵了心要收了你們。半部陸地神仙，好，你值得我用出真正的劍。混口小兒，你只不過在武道上有一點點成就，竟然如此張狂！好，今日便讓老夫好好教訓你。都來！血影狂刀，當年北涼叛亂，東方閣老就是用這把刀引進了10萬叛軍的血，一個人鎮壓了叛亂。陸離天，你們殺了朕最寵愛的太子，今天便先讓你們父子償命，接着便是你們陸家滿門陪葬。今日注定要命喪於此吧？這下真完了，便是我出手，也救不了他們。逆賊，受死吧！
太好了，平安的实力竟和东方阁老不分伯仲。怎么会？东方阁老也奈何不了他，他究竟是什么境界？难道他真的达到了那个境界？你竟然和我一样是半步陆地神仙，而且比我还有更胜一筹。什么？他竟然也是半步陆地神仙，和东方阁老一样？果然，18岁的陆地神仙，这陆平安简直是妖孽。半步陆地神仙，是不骄傲吗？我苦修100年才堪堪走到这一步，世上竟有如此年轻的半步陆地神仙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算你是半步陆地神仙，恐怕也只能止步于此了。20万禁军一到，再加上老夫，恐怕你是走不了了。我若想走，可能谁拦得住？拦住他！你大可上前一步，当你出手的时候，也会要了他的命。呵呵呵呵，你想护住你爹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？看来今天杀不了皇帝，是时候该走了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臣无能，臣怕离开陛下，陛下就会受到庶子的毒害。20万禁军，还有这么多的武道高手，竟然连一个人也拦不住，朕还要你们做什么？陛下，万军从中过，片叶沾身。好一个陆平安，他竟是半步陆地神仙，果然我压住武南王府之盾。陛下，那武南王3世子年纪轻轻，竟如此修为，千古未见。臣也是想不到，他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。一个18岁的半步陆地神仙，便是放眼全天下也没有第二个。难道这件事真的是朕做错了吗？不，朕没有错，他只不过就是个半步陆地神仙。只要没有达到真正的陆地神仙，那他就一樣會死。10萬殺不死，那就50萬；50萬殺不死，那就100萬人。朕要從各地集結100萬大軍，替太子報仇！替太子報仇！陛下，不可呀！武南王的镇南軍極難對付，若是貿然發動全面戰爭，必然會兩敗俱傷。到時候，周邊各國便會趁虛而入，陷我大權於危難啊！陛下息怒，想動武南王府，不一定要動用到軍隊。你說還有什麼法子？陛下，護龍閣主要為保護陛下所創建，主閣護主，還有一個暗閣負責暗殺清君側，依臣之見，啟用暗閣對武南王府上下給予雷霆打擊。好，此事就交由你去辦，替朕血洗武南王府。臣萬死不辭。暗閣集結天底下最可怕的殺手，只效忠於皇室，臥虎藏龍，高手雲集，暗殺從未失手。這下武南王府怕是要迎來一場腥風血雨了。什麼？父皇竟然要動用暗閣來對付武南王府，這下不妙了，我得趕緊去通知陸平安。九公主，你鎮濟災民已經填入巨額錢財，商會裡已經有很多人對你不滿。不滿？此事本不該九公主你管，是否要停止鎮濟災民？父皇不管，我管。至於商會的這些人，別忘了，當初是誰帶他們脫貧致富，如今讓他們捐一些救命錢給這些百姓，便不願意了。你回去告訴他們，這商會本宮說了算，反對者便自己退出商會，今後莫要再與本宮合作。
是。也是时候进行下一步的行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爹，三弟，你们没事吧？三弟，你真的把爹给带回来了。你们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家平安出息了，我们武南王府出了个真正的麒麟子啊！三弟，上面写的什么？皇帝要动用暗格暗杀我们陆家满门。什么？暗格乃呼隆格分格，专击暗杀，自创建以来就从没失过手。果然，皇帝要置我于死地，你却从鬼门关把我救出来，这下彻底激怒了皇帝。接下来只会迎来皇室的雷霆報復。从来沒有人能夠逃脫暗格的打擊呀！慌什麼？平安，你有辦法對付暗格？區區暗格不足為懼，接下來的日子我們照常進行，該吃吃該喝喝，一切就當這些事情沒有發生過。哎呀，你們就聽平安的，平安讓我們這麼做，定然有他的道理。不知不覺間，平安已經一個人撐起了整個武南王府，或許我是時候該退位了。少爺，九公主求見。讓她進來。是。你還有心情在這裡喝茶？九公主找我何事？一般的事還不值得本宮來一趟。你知不知道，父皇已經真的生氣了，他要動用暗格來對付你。你可知道這暗格是怎樣的存在？他們是黑夜中的殺手，來無影去無蹤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上至王侯將相，只要被他們盯上，都必死。你在明，他們在暗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也不可能時時刻刻護住武南王府的每一個人。一旦他們滲透進來，便是你武南王府的滅門之日。你說完了嗎？陸平安，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。那你想如何？你只有跟本宮合作，才有實與暗格抗衡。合作？不錯，你只有跟本宮合作，你武南王府才有一線生機。你不是一個人，本宮會幫你。哈哈哈哈！你與我喝茶談心可以，合作就不必了。難道你想憑一己之力去與暗格抗衡？對付暗格還不需要本世子親自出手。你，陸平安，你們陸家是一個很好的盟友，若是失去你們，也將會是本宮莫大的損失。你如此自信，可是有什麼依仗？倚仗？這個夠嗎？這是羅網令牌，你的身上怎麼會有羅網令牌？哦，九公主知道這個。羅網的令牌，本宮當然認得。羅網是當今江湖中最神秘的組織，暗殺、情報無所不能。他們不被金錢收買，不受王權控制，在這世上沒有他們辦不成的事情。他們只聽從一個人，那便是羅網之主。可這羅網之主從來都沒有人見過他的真人。民間傳言他是陸地神仙，一人便可抗衡一國。難道你還有羅網這一層關係？皇帝既然用暗殺這種下作手段，那我就讓他知道誰
才是暗杀界的王者。九公主不好了，暗格的杀手已经渗透进此地。什么？陆平安，暗格的杀手已经来了。那又能如何？难道你就要在这里坐着吗？我说过，对付区区暗格，何须本少爷亲自出马？九公主，请用茶。他到底是故作镇定，还是真有底气？好，本宫倒是要看看你如何对付这些暗格杀手。别着急，让茶香再飘一会。这就是你的方法？本宫可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。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所有入侵武南王府的暗格杀手已被全歼。罗网玉衡，罗网天玄，拜见殿下。起来吧。什么？你就是罗网之主？爹，你们别藏了，出来吧。三弟，你把闯入府内的暗格杀手全给杀了。玉衡，殿下，暗格此次共出动杀手36名，都被我们处理干净，还有暗格上下一个不留，全灭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竟然把暗格给灭了？那传闻是真的，罗网的实力比暗格的實力還要強悍。三弟，真沒想到你還有此等身份，難怪你這麼不着急。出門在外，自然要有一些自保的手段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府裡，羅網也會保護你們的安全。好，好啊！不愧是我陸離天的兒子。據我所知，除了太子楊無忌之外，二皇子楊楚應該是你父皇最疼的兒子。不錯。你什麼意思？你父皇對我們陸家發動這種雷霆打擊，我又豈能不還以顏色？你要對楊楚下手？陛下，暗格已經出手，他們絕不會失手。陛下只管靜候佳音，就算殺不了陸平安，暗格也能血洗武南王府，替陛下出了這一口惡氣，以祭奠太子，在天之靈。哼，他再厲害，也只是一個異姓王的兒子，怎敢與朕鬥？陛下所言極是。陛下，血。我時間不多了，得盡快立主。楊安，去把二皇子叫來。陛下，這是……太子之位總不能一直空懸着，朕的位置總得有人來做。陛下，老奴這就去將二皇子請來。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，陛下，二皇子怎麼了？怎麼回事？二皇子遭到暗殺，被吊死在寢宮之中。你說什麼？你說什麼？我們將二皇子解救下來時，已經沒氣了。陛下，他一定是遭人暗殺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
陛下，陛下，暗杀失败了，暗格派出的杀手全军覆没，暗格也惨遭血洗，无一生还，请陛下恕罪啊！什么？我们前脚派出杀手去武南王府，暗格后脚就遭到了血洗，就连二皇子也惨遭毒害呀！皇上，这定跟陆平安絕對脫不了干係。陸平安，又是陸平安！陛下，滾！都給我滾！滾！滾！主人，得手了，二皇子已死。你们竟然真的把二皇子给杀了？这只是对你父皇的一点警告。他杨千美对我陆家动手一次，我便灭他大清皇室一条龙脉。我倒要看看他玩不玩得起。怎么，怪我杀你皇兄了？我只是没想到你能把手伸进皇室，你能手眼通天到如此地步。罗网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他这些年不是一直在装疯卖傻，他到底是何时装进来的？好了，也该輪到本王發問了。九公主，你與我兒走得這麼近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之前你們陸家與皇室尚未鬧翻，本宮不好明說。現在也沒什麼可遮掩的。自古以來都是男子稱帝，可為何男子當得，這女子便當不得？本宮無意與先皇爭高低，本宮要開闢先河。你想拉攏我？你想奪嫡？什麼？爹，他想當皇帝？看來還是武南王更聰明。我之前與你提過此事，不知三世子考慮得如何？你確實不只是說說，西北蝗災，北境旱災，你不惜花費重金賑濟災民，心懷天下，有勇謀，有魄力。若只是當個公主，確實可惜。這麼說，你是答應了？我同意沒有用。朝廷現在這麼多優秀的皇子，這皇位有幾是你能做得了？本宮之前的確有過幾位優秀的皇兄。我的三皇兄楊乾寧，他知書達理，才高八斗。我的四皇兄剛正不阿，任人唯賢。還有我的五皇兄、六皇兄，他們都是集品行與才情於一身。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登基，都會是利國利民的好皇帝。可是九龍國邸死傷無數，太子為了保護自己的儲君之位，把他們都殺了。若是他們中還有人尚在人世，本宮絕對不會跟他們爭這個皇位。本宮本來不想爭，是那太子逼得本宮不得不爭。本宮絕不會想讓這大秦的江山落入一個昏君、暴君的手中。爹，這些您都聽到了，您的意見？這爹，你就答應了吧。九公主心懷天下，如果她要登基，總比那狗皇帝要強吧？爹，你曾經說過，女子也能封侯。你說能力應當順應民心，那麼即使是皇帝也當得。沒錯，爹，咱們這也不叫造反，我們就是想換個皇帝。
這是我唯一能說服武南王的機會。武南王，你若是對本宮女子的身份有异議，本宮还可以再给你提供幾個人選。什麼人選？如今太子已死，二皇子又被暗殺，其他的幾位皇兄也被太子殘害。如今僅剩的皇儲中，有九皇子楊宇軒。九公主，你可别開玩笑了。這九皇子不學無術，夜夜笙歌，沉迷享樂。若是他當皇帝，整個大秦都會被他敗光。那11皇子？11皇子生性凶戾，喜怒無常，常以殺人為喜樂。若是他上位，必定是個禍國殃民的暴君。那便只剩下13皇子。13皇子蠢笨不堪，懦弱無能，就是個應聲蟲。武南王，你大可以找找看，放眼整個大秦皇室，還有誰可以做這個皇帝？爹，如果要是九公主登基，對天下百姓而言，百利而無一害呀，总不能讓那幾個畜生當皇帝吧？是啊，爹，九公主稱帝，對我們陸家，對天下百姓，沒有半點壞處。九公主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可否容我考慮考慮？自然。不過，本宮要告訴你們一聲，我們的時間不多了。父皇遲早會察覺到我的心思，還請武南王早做決定。好，本宮便不多留了，告辭。平安，爹，这件事情您不用问我，我知道这个決定對於您來說不容易，您自己想清楚。这些都是真的嗎？陛下，九公主暗中與陸家逆賊溝通。此事屬實，老奴還查到，當日要處斬武南王時，九公主意圖劫法場，解救武南王。此外，九公主還越過陛下，私自賑濟災民。她替朕賑濟災民？那是朕的事啊，誰給他的權利？難道朕的位置他也要替朕來做嗎？楊欣吶，楊欣，朕只是最近對你有所疏忽，你就給朕這麼大個驚喜嗎？你究竟想幹什麼？楊安，說，朕要如何處置他？陛下，這顯然是謀逆之罪，按律當斬。他人現在何處？陛下，九公主此時剛剛回來不久，正在宮中。馬上帶領御林軍把他拿住，如遇反抗，生死勿論。是。這個逆女，朕真是老了，不是死了。九公主死到臨頭了，還如此的閒情逸致，給我搜！將其他逆黨全部拿下。楊公公不必麻煩了，本宮已遣散了所有人，如今這宮中的逆黨只有本宮一人而已。你為何不反抗啊？
父皇要拿儿臣如何反对？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暴雨桃花一处開。怎麼，你就這麼想取而代之，坐到朕的皇位上嗎？父皇不願讓位給兒臣便只能另尋他。哼！一個女人也想做皇帝，你不覺得這樣的想法未免太可笑了嗎？臣女不覺得可笑，臣女覺得，只要能夠治理好天下，只要能讓萬民安康，是男是女又有何妨？你是覺得朕治理不好天下，不能給萬民安康嗎？西北蝗災，父皇可曾管過？北地旱災，父皇可曾過問？北地赤地千里，各瓢遍野，天怒人怨。可即便如此，父皇都不願把國庫的糧食分給百姓。父皇，你便是這麼治理天下的嗎？放肆！放肆！朕如何治理天下，還輪不到你來管。朕給你的才是你的，朕不給你，你不能搶。身為朕的女兒，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嗎？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良心，捫心自問，朕如何虧待過你？你竟然如此對待朕！父皇，你從未虧待過兒臣，但你虧待的是這天下的黎民百姓。今天，兒臣就要用自己的力量，為這天下百姓討回公道。你，好啊！沒想到朕的女兒竟生了一身的反骨。楊安，再把這個孽女押下去砍了。是。龙王玉衡，龙王天玄，奉主人之命，保護九公主。逆女，你果然和陸家的逆黨勾結在一起。帶我離開。想走沒那麼容易。陛下，你小心啊！這兩個都是萬象境。大膽逆賊，竟敢在此造次！東方閣老，万象境，你們還不夠資格吧？阁老，你沒事吧？路平安，东方牌，我夠資格嗎？東方牌，我夠不夠資格？3世子，他的修為又有長進。玉衡，你們現在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？逆賊！二皇子果然是被你所殺，殺就殺了，奈我何？你別想走！我若想走，就憑你不住！都來！可惡！又讓這庶子跑了。陛下，您沒事吧？
陛下，您的身體……朕命你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杀死陆平安！陛下，此次修为日益精进，若假以时日，便是我也不是他对手。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啊！半步陆地神仙不行，那就去请真正的陆地神仙。陛下，这个陆地神仙是隐世不出，不问世俗，醉心于长生不老之术。我们到哪兒去找這些大人物啊？用這個。這是羽化仙門的宗門令。原來傳說居然是真的。當年開國太祖與羽化仙門掌門有過交情，羽化仙門贈與太祖一面宗門令牌，持此令牌者，如大潛於危難，可向羽化仙門求助。太好了，有此令牌，就可以請到陸地神仙斬殺逆賊。這本是朕壓箱底的手段，可是武南王府已經觸犯了朕的逆鱗，這次朕定要陸家滿門覆滅。皇上英明。你明知皇帝會派人來拿你，為何不跑？我就知道你不會棄我於不顧。別誤會，我之所以救你，是因為我覺得沒有人比你更適合當這個皇帝。恐怕我是撐不到登基的那一天。放心，有本世子在，絕不可能讓你死。这你看这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九公主怎麼會傷得如此嚴重？她的氣骨還是被皇帝給發現，若不是我及時出現，她現在已經死了。哎呀，這九公主這事被我們給牽連了呀！這九公主，本宮今日所作所為，都是為了黎民百姓，縱然今日身死，也絕不後悔。武南王，本宮只求你一件事，說本宮今日真的死了，一定要敢揚前下跪，扶持一位真正的明君。好，本王答應你。之前商議的結盟一事，若武南王不願意，也可以不作數。誰說不答應了？啊，應同意了。鎮南軍可以隨你出兵，條件是鎮南軍的出動不可以屠戮百姓，更不得以造反的名義。武南王，本宮有你這句話便夠了。平安，照顧好九公主。是。哎呀！啊！九公主，好眼睛。九公主，好眼睛。博取同情，乃世間所有女子的傍身之計。何況你父親猶豫不決，本宮也只是家寶。你的計謀達成了，父王已經同意與你結盟。現在這只是開始，父皇一日不死，大業便一日不成。是時候跟那個狗皇帝算總賬了。陸平安，本宮這些年賑濟災民，積攢了不少民心。若是出兵，本宮能調動至少10萬的農民起義軍，再加上你們30萬的鎮南軍，便有40萬。這些兵力攻入京城，綽綽有餘。好，切記，起兵之前
必須要名正言順。這個簡單，本宮早就想好了。我們的聯軍就叫奉天軍，至於這起兵的名義，也會名動天下。朝廷奸佞當道，我們起兵進攻秦王，清君側，奉天，竟無難。九公主联合武南王组织40萬奉天軍，要进京秦王，奉天靖难啊！这个九公主好大的膽子啊！不過她的確比當今皇帝強多了。如果她當皇帝，我支持。這世間到底是怎麼了？一個女人竟然敢稱帝！女人怎麼了？這些年九公主做了那麼多善事，她若是稱帝，定是一位仁厚的明君。是。你說什麼？九公主要起兵造反？你說什麼？九公主要起兵造反？陛下，現在九公主手上有10萬農民起義軍，又背靠30萬鎮南軍，的確有造反的可能啊！而且她打着奉天靖難的旗號，竟然還順應了民心。哼！什麼進京秦王？狗屁的奉天靖難！分明就是要造反！朕猜對了，果然會有謀逆。這個逆女，早知如此，那日朕就應該一刀砍了她。陛下，接下來我們該如何是好？慌什麼？不過就是40萬大軍而已嘛。他陸平安以為他是半步陸地神仙，朕就奈他不何了嗎？朕早已向羽化仙門求助，只要有一位陸地神仙肯下山助陣，莫說是40萬大軍，就是100萬大軍也一樣是飛灰。他們不是要奉天靖難嗎？那朕就讓他們有來無回。陛下英明。10萬農民起義軍已集結完畢，現在就看你們鎮南軍。成敗在此一舉，若是成了，我便是大前女帝，而你們陸家也會權傾朝野。早看這狗皇帝不爽了，現在我們就讓他知道，少了我們陸家，大前到底還是不是他一個人的天下。不錯，我們需要一個對我們陸家沒有殺心的皇帝，更需要一個明君。爹，不如您跟我們一起去吧。鎮南軍陸戰第一，有了您的率領，必定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。我就不去了。我就不去了，老了，打不动仗了。爹，您平安，你是爹看着长大的，这18年你一直都在装瘋賣傻。爹就在想，你如果是真的不傻該有多好，這樣您就能世襲王帝，接替我的位置。甚至有一天，爹被逼到不得已的份上，想着將位置傳給雲舒，因為爹真的別無他法了。爹，這個位置只有3弟才能夠配得上。現在就不但不傻了，還要肩扛起整個武南府大旗的能耐。你是我陸家真正的頂梁柱。爹也到了頤養天年的年紀，是該實現我自己的願望。我兒陸平安何在？兒臣在。從今以後，你就是新任武南王，掌管30萬鎮南軍，鎮守大前南境。這是調兵虎符，有了這個兵符，
你就可以隨意調動鎮南軍。你想奉天靖難也好，清君側也罷，都隨你的意去做。多謝爹。一眨眼就18年了，我家平安终于長大了。平安，答應娘，這場仗不管有沒有打贏，都要平安回來。虎贲軍統領陸鳳安，請武南王下令。琥珀軍統領陸雲舒，請武南王下令。18歲的異姓王，這還是大前建國以來頭一個。武南王，我們是不是該出發？即刻出征。是。陛下，九公主率領的10萬農民起義軍，還有新任的武南王陸平安率領的30萬鎮南軍，正在趕赴京城。陸離天竟然就這麼傳位給他兒子！馬上派兵駐守要地，絕不能讓他們攻破防線。只要守住京城，等仙人們趕來，不管是100萬大軍，也一樣是飛灰。到時候，便將這幫逆賊一網打盡。黔州是大前要地，只要拿下黔州，便能长驱直入，直取京城。我們距離黔州還有多遠？20里。傳令下去，只要抵達黔州，立即攻城。是。哦！不好了，陛下，黔州要破了！啊？什麼？黔州不是有重兵把守嗎？怎麼這麼快就堅持不住了？陛下，鎮南軍陸戰第一，陸地作戰從未吃過虧，還尤其擅長攻城。再加上新任武南王這個半步陸地神仙，我軍潰敗在所難免。廢物，一群的廢物，連一座城池都保不住。要是黔州失守，那奉天軍就要騎到朕的臉上來了。還愣着幹什麼？還不快給朕想辦法！這個如何是好？哎呀！陛下何不请我？陛下何不请我？哼！仙人，你們總算是來了。陛下無需客等，我等奉掌門之令而來。若非掌門有令，我等並不想介入這等俗世之事。只求速戰速決。仙人，現在逆賊的大軍就在黔州城，還請仙人出手，幫助朕誅殺逆賊，挽救大黔吶！不過是一個半步陸地神仙，掀不起什麼風浪。40萬大軍對於你們凡人來講，確實聲勢浩大，麻煩不小啊。可惜啊，在真正的仙人手段面前，不過是一群螻蟻罷了，觸手可滅。没想到羽化仙門如此給太祖面子，竟然一下就出動了2位陸地神仙。這下便是朕要放過你們，你們也難逃一死。有2位仙人助陣，此戰必勝。來人，備甲，朕要御駕親征。是。城內所有禁軍，隨朕出發，與朕共誅逆賊。
傳來消息，我們只差一點便能攻破京都。只要前咒一破，我們就能長驅直入，到時候就再也沒人能阻攔我們奉天軍了。哈哈，此戰必勝！沒想到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。不是容易，是我們的軍隊太強了，是吧，武南王？別高興太早，仗還沒打完呢。報！不好了，有2位自稱仙人的老者從天而降，在我軍營中大開殺戒，我方損失慘重。什麼？難道大清皇室還有高手？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。好可怕的气息！这是陆地神仙，2名陆地神仙。陆地神仙？这么多陆地神仙？你们是羽化仙门的人，你们这些山上仙人不是不管我们的事情，怎么有时间来管我们这些琐事？我们是奉掌门之命前来帮助大清皇帝诛杀你们这些逆贼。你就是叛贼之首陆平安，在我等面前就不要负隅顽抗了。你自裁吧，省得我们动手。自裁？就凭你们？哼，就凭我们？你不觉得你说这話太招笑了嗎？陸地神仙之下皆是螻蟻，而你只不過是半步陸地神仙。在我們眼裡，你就是螻蟻，彈指可滅。區區螻蟻還敢妄言？我還是低估了大清皇室的底蘊，竟能請動2位陸地神仙。陸平安只是半步陸地神仙，不可能是他們的對手。陸平安，認命吧，我們終究還是敗了，我們是鬥不過陸地神仙的。難道一切要功虧一簣了嗎？切，我們大不了就一起死，我們是絕對不會向你們屈服的。聒噪！二弟！是你，有史在我，為什麼認命？陸平安，你別開玩笑，你的修為也不過是半步陸地神仙，而他們是真正的陸地神仙，還是足足的2位，我們有何優勢可言？我看你是死到臨頭了，失心瘋了吧？啊，居然還說自己有優勢，還跟他廢話幹什麼？他不自裁，我們就送他上路。陸平安，認命吧，這是必死之舉，解不了的。我們如何能與他們抗衡？很簡單，我也成為陸地神仙，就是了。怎麼可能？這是陸地神仙的氣息！怎麼可能？這是陸地神仙的氣息！早雖已知世事艱難，雖大人間，天師不恤，命成無獨行，千無萬計心中裡，但請其一劍，今朝劍地雲出。你竟然臨陣突破，達到陸地神仙之境！我自3歲開始修行，5歲破入一品宗師，6歲提升金剛境，8歲達到天玄境，10歲萬象境，12歲便已踏入半步陸地神仙境。何為臨陣突破？我自12歲起不斷壓制潛心修煉，皆最難破境。今時不可刀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。哼，就算是你的天賦再妖孽，你也只是一個人。同為陸地神仙，我們可是比你多一個人。是啊。怎麼可能？你怎麼可能一劍斬殺陸地神仙？也不過是陸地神仙之境。你難道沒有聽說過一句話？什麼？
请得敌。这也太强了吧！原来如此，陆地神仙之间亦有差距。没想到陆平安竟然妖孽到这种地步，今后我可得把他当老祖宗一样供起来，万不能得罪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杨安，可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朕？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前奏破了！40万奉天军正朝京师而来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？那2位仙人呢？2位陆地神仙都杀不死一个小小的陆平安，你是在跟朕開玩笑，對不對？老奴沒跟陛下開玩笑，2位仙人已經死了。這怎麼會？這怎麼會呀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楊乾，本王現在可以告訴你，這個消息確實屬實。不錯，我當時就在場。父皇，我們又見面。誰讓你們進來的？啊？護衛呢？護衛何在？護衛何在？別喊了，你的軍隊已經全部投降。你這個逆女，你是要弑父嗎？陛下放心，九公主就算不忍心對你下手，我也會好好照顧你的。你們，父皇，你之前跟我說，你給我的才是我的，你不給我，我不能搶。可我若是不搶，又怎能教你如何治理天下？你，楊安，替朕殺了這個逆女！老奴拜見陛下！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！你還挺識時務的，本宮就不殺你。楊安，謝陛下不殺之恩。你們。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起來吧。謝陛下。陸鳳安何在？臣在。陸鳳安隨朕出征，有從龍之功，封驃騎大將軍。謝陛下。陸雲舒何在？臣在。陸雲舒隨朕出征，亦有從龍之功，封鎮國大將軍。謝陛下。奉天旨意，武南王陸平安功勞甚大，朕封你為大前國師，可見禮上殿，入朝不屈，暫拜不禮。謝陛下。陛下恐怕要權傾朝野。果然是天命天，竟能夠抱上陸子。父皇，你放心的去，朕定會替你打理好大前江山，不會讓百姓挨苦，不會讓萬民受苦，讓天下黎民百姓都能享受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前盛世。